有民众来指控，到台南安平住一间高级的民宿，一暝要17000块，想袂到房间阿渣垃圾，甚至房间门阁打讲是备品仓库。民众质疑业者，把仓库当作是房间提供给消费者，感觉去互骗去了。业者讲，伊会累到状况，若确实有疏失，会甲钱全部退还。曾经有几若粒黑黑物件，面床骹有一条白色的塑胶丝袜含女性的卫生用品，面床边有塑胶管内挂。网友伫咧面册社群铺文，讲5月初2住伫咧台南一间一暝要17000高级的民宿，结果要去到房间内所看到房间无清气，甚至房间门搁打管内备品的仓库。这期业者甲仓库当作房间，互消费者住，感觉欺骗。叫指控的就是伫咧安平区内的这栋民宿。所有关闭会议。拍开迄天，互因的房型，房间内确实有一间仓库。非工作人员行无进入的样子。用大地卡顶架起来，内底的细间房间就是仓库。业者讲，仓库无对外开放，无了解写文章的人，现在讲，把仓库当作客房，互人客住。这个人 po 文的日期，甚至是价格，我们都对不到这个人的资讯，所以我们也确实比较难知道说他到底是发什么东西，跟拼凑出了什么东西。当时强调，17000的房间介绍是价值包规等介绍，若是一间房间，就不是这款介绍。我们的周六啊，可能会有到17000的包栋，没有错。但是在平日，我们的包栋价格是5000、6000、7000元左右，然后一间房间的价格啊，可能是1000、2000。对网友的指控，业者讲会去了解，若是正版得全部退回。那台南管理局接到通报，马上派人到现场去检查。有关于房间不洁的部分，我们会再请业者就是加强注意打扫部分。管理局检查后查无违规部分，会请业者加强服务品质，互人客来到台南会当住到休憩舒适的民宿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